社区大厦台江分校海尾地方宫结合台江16寮村庙，推动台庙兴学，倡议公民书学运动，开办台江民俗文化班，由指导老师吴木成带领同学。台庙生涯志工，以及结合和顺各种台江社的探索实作课程，以公民书写行动，分工进行文献资料、产业调查，经过一学期的大查讨论，找找出台江先民开拓历史现场的文化路径。这张咱台江见证200年的这个拓垦文化路径古图，那么这是台江分校台江民俗文化班的师生利用一档的时间落去调查咱这文献、咱这地图，而且佫落去行这田野调查。像和顺国中，咱有台江社，伊嘛是安尼做，所以来完成这张台江见证200年的这个文化路径古图。咱毋茫透过这文化路径古图，带大家熟悉讲，这较早海淀路100年前就有啊，这中溪路100年前就有啊。伫发表会现场，社区大厦台江分校嘛邀请安南区长叶志明、安南区里长连辉、安南国中校长蔡家宏、和顺国中校长谢连阳、查三等囡仔振兴站博士、台江民俗文化班代表一同见证这个时刻。今年也适逢建庄量表也刚好，我们预计在4月份或5月份会满20万人口，这两件喜事会同时到来所以我们来共同来营造这一个我们所过去的文化历史，把它找出来。从他的这个地图里面找到说他自己居住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听到执行长讲说，以前原来这条路100年前就有了，然后他还会问说，我爸爸原本的故乡在哪里？然后那个村庄他就说等一下聊，在这个地图里面没有写到，然后呢，它的位置在哪里？那以前原来台江大道原本以前是一个台糖的一个铁道这样子，这些可能他日常生活当中他可能都会经常遇到的，可是他都不知道这些历史的故事跟在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这样子。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课程让我们孩子更认识我们在地的乡土的文化。社区大厦台江分校为深耕台江本土教育，特别讨画日治时期昭和在当的古地图，同时嘛收集安南区公所、农会、海尾地方宫的老相片，印伫台江见证200档文化路径地图，分送予安南区19所学校作为教育用途。也欢迎对地方文史有兴趣的朋友，会当到安南区公所、海尾地方宫、安南图书馆索取台江见证200档文化路径地图，规划一撮有意义的文化之旅。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